弟兄姊妹大家好，同福聖經學院2026年秋季課程開始接受報名啦。今個學期呢，我哋有5個科目可以俾大家選擇嘅，當中有核心科、神學、牧養、職場同埋靈命成長嘅科目。等我哋逐一簡單嘅介紹呢。你想唔想多啲了解新約聖經？新約背景及信息課程會帶你了解每本新約書卷嘅歷史背景、重大事件同核心主題，令聖經喺你眼前活現。呢個課程唔單止幫你建立紮實嘅聖經閱讀技巧，應用喺個人靈修同事工上。透過老師嘅榜樣、課堂互動同祈禱，塑造你嘅品格同人生，並且喺新約聖經中發掘有效嘅事工策略，裝備你參與本地同全球嘅服事。由馮永和博士主講，每個星期一晚上7點半上課。講道係傳道人嘅事工中最重要嘅部分，但喺呢個後現代時代，我哋點樣可以用權威嘅態度去講嘢，並且觸動人心呢？現代講道技巧課程由何志迪院長主講，教你點樣正確詮釋真理之道，掌握適合現代聆聽習慣嘅講道方法，令信徒同非信徒都可以受惠。課程強調釋經同表達技巧，重視傳道人嘅屬靈生活，同時裝備你清晰傳達神嘅話語，成為忠誠同有效嘅傳道者。課堂將於逢星期二晚上7點開始。教會點樣傳承咗2000年嘅火炬，直到今日呢？教會歷史課程由歐伯平牧師主講，帶你走過由使徒時代到當代教會歷史嘅重要人物、思想同事件，幫助你了解唔同時代信仰嘅使命。呢個課程幫助你欣賞教會歷史上豐富嘅屬靈遺產，了解你教派嘅傳承，並透過聖徒之間嘅共融，培養對教會嘅忠誠同承諾之心。課堂將於逢星期二晚上7點開始上課。歡迎嚟到職場神學課程。喺忙碌嘅工作中，我哋應該點樣實踐信仰？服務嘅意義係乜呢？呢個課程會引導你用4個方法重新發掘你喺職場嘅呼召、聖經、神學、情景同整體方法。我哋唔單止要喺職場處理倫理困境，仲要學識將信仰原則融入決策，塑造你成為職場宣教嘅門徒。我哋誠邀你一齊踏上身份轉變嘅旅程，喺工作中遇見神，活出你嘅呼召。由陳敏思教授主講，每個星期一晚上7點鐘上堂。由柳善惠牧師教授嘅 I.M 個人異夢解碼課程，會引導你了解 R.I.D， 幫你拆解個人異夢，學識聆聽神嘅聲音，並理解神嘅心意。拆解異夢，你會體驗生命嘅醫治，指引方向，並進入一個啟示性嘅身份同命定。課程喺10月9號開始，不過有一樣嘢要留意，學生必須完成 R.I.D 基礎課程，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咁多精彩嘅科目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想了解課程更多嘅資料或者報名，可以掃一掃熒光幕顯示嘅2維碼，希望喺課堂見到你啦。最後同大家介紹一個新嘅課程，使命領袖文憑。我哋好想藉住呢個課程去裝備職場嘅弟兄姊妹，發揮佢哋獨有嘅恩賜，去回應神嘅呼召。課程包括釋經、職場神學同埋靈命塑造嘅科目，再加上同學可以自己選修嘅聖經、領袖或者神學科目。我哋好希望信徒可以喺唔同嘅領域成為神嘅祭司，喺聖靈同真理裏邊侍奉。有關嘅詳情，大家可以參考學院嘅網頁。願神祝福大家。